錦柏苑同款380尺單位嘅街坊，快啲入嚟抄功課啦！好多人都覺得380尺想做到3房，又要大收納，又要有顏值，根本冇可能。但其實只要規劃得好，細單位一樣可以住得舒服又實用。入門位置我哋特登做咗弧形格柵設計，兼顧美觀同私隱感。所有轉角位都做晒圓角處理，屋企有小朋友都唔怕撞親，安全感即刻提升。再睇客廳，雖然空間唔算大，但分區非常清晰。電視牆用雲石紋飾面配落地電視櫃，簡約又耐睇。櫃底特登留空，平時放拖鞋、常用物品夠晒方便。呢邊仲做咗透明玻璃展示櫃，可以擺公仔、相簿、收藏品。成個屋企即刻多咗份生活感。主人房就用長虹玻璃趟門做間隔，保留採光之餘，又唔會令成間屋變得黑沉沉。入到主人房，地台床配合全牆到頂衣櫃，再加埋化妝台同吊櫃設計，所有空間都用到盡。被鋪、季節衫通通收埋，完全唔怕唔夠位。跟住睇女仔房，白色懸浮書台加洞洞板設計，可以擺公仔、相簿、飾品，平時寫字、睇書、化妝都得。一間房同時做到書房加睡房功能，細細間都一樣實用。兒仔房就打造成電競房，轉角電競台對住雙邊大窗，下面單人儲物床，平時休息打機兩不誤。浴室方面做咗乾濕分離設計，鏡櫃加地櫃收納，洗漱用品全部有位擺放，乾淨又易打理。廚房就採用最實用嘅 L 型設計，洗、切、主動線，順手，兩個人一齊洗菜煮飯都唔會逼。380尺做到3房齊晒，儲物拉滿，款式同實用兼顧。錦柏苑同各大居屋、公屋街坊想裝修避坑，免費盜尺報價，即刻私信我，送全套同款設計圖同報價單。裝修前必睇。